扎西德勒，大家好。这一集我们继续来学港落马。我们先来看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口传。现在学习，今日的学习，道理对门我就是呢，刚才用我这八万拿我这都是，哎，他得讲了问题。这点缺记，天绕无色记，这是悲悯心，点是具有，缺是你第二人称，记是的，天绕是智慧的敬语，天。这个字我们之前有讲过，当动词是知道、了解的敬语，当名词指的是心觉知的敬语，也可以指道。所以这边的天绕指的是妙音文殊心绪的道，他心绪中的智慧。Usir 是光，gi是第三个谓词，表示用妙音文殊心绪中的智慧光做一个动作。这点缺记天绕与色记，打落仪的木门巴绕色内，打是我，落是心觉知，以是的。的木我们之前学过了，是愚痴无明。门巴这个词我们之前也学过，是昏暗暗闭。绕是极为非常详尽，色是消除，内是然后。打落仪的木门巴绕色内，嘎达点觉雄鹿多巴夷，嘎是经，只要它的作者是佛，那这一本著作就可以称之为嘎。党是和，典觉是论。广义来说，不管内外道的著作内容正确与否，只要是著作就是论。此处的论指的是能趋向解脱的正确著作，但它的作者并不一定要是佛。佛讲的经嘎是论典觉，菩萨声闻缘觉凡夫班智达所写的著作也是典觉。雄鹿是义理，多把是了解，以是的。嘎当典觉雄鹿多巴夷，罗智波比南瓦这读是。罗智是智慧，波巴可以指勇气、自信、辩才，以是的。南瓦可以指向、显现，这是赐予的意思，度是一个格谓词，是是祈请。罗智波比南瓦这读是，所以它一整段的意思是以具悲悯心的妙音文殊您的智慧之光来尽除我心所有的愚痴无明暗闭，然后祈请您赐予我了解经论义理的智慧辩才相。好，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口传再来复习一次。现在学习，进入的世界道路对门我是嘎达但是雄鹿的我也落着波罗那我这都是。现在学习，进入的世界道路对门我是嘎达但是雄鹿的我也落着波罗那我这都是。现在学习，进入的世界道路对门我是嘎达但是雄鹿的我也落着波罗那我这都是。我的这样子。是假使研训没有参谋老的，第一呢，在呢，这样子的，这个按照立正正面，选艺术
엔 알아봐서 숙셔서 정기는 대 리고 야로야 시우지다 캬바 야래 엔 디캬스 섬르샤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